果窿咩啊？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又係我的神。今集帶大家試一間有大排檔風味嘅餐廳，佢係位於漆咸道嘅港味大排檔。呢一間名氣呢就唔及金妹記，而且冇乜歷史，睇嚟開咗唔係好耐。我認為一間合格嘅大排檔，最緊要係夠鑊氣，至少上菜嗰一刻，碟菜起碼要夠熱。今日我同我老婆兩個人去食，就睇下呢間嘢有冇下次啊！響入去食之前，麻煩未訂閱嘅朋友幫我訂閱，或者俾個 like 支持我。最緊要記住唔好飛廣告，非常感謝大家。兩位係咪收卡計度？係啊，有冇訂位㗎？冇。收唔收 master 啊？300蚊以上先收信啦。咁得啦 ，OK 啦。300蚊以下就要。好啊。價錢同金妹記或者陳根記差唔多，兩個人食最多係500-600蚊不值。今日都想食啲比較香口啲嘅嘢，所以我已經有靈感。我諗我哋今日比較好彩，一入嚟咁啱有一張台有位，8點零左右，基本上都座無虛席。犯咗最大嘅錯誤就係炸子雞都切得唔好，最後我要用筷子分開，非常麻煩。但佢嘅雞皮總算夠脆，肉質有少少柴，但係咬落去非常 juicy， 所以炸子雞都算係做得唔錯。聽聞雞煲係起源於深圳，特色應該就係雞頭雞尾。食雞煲好難會食到啖啖肉，味道偏鹹，鑊氣就好夠嘅，因為啱啱出爐。但係用太多生粉去煮，外邊嗰層粉呢就比較厚，所以雞煲其實我覺得可以慳返唔叫。本來我考慮緊九肚魚定係白飯魚，最後揀咗九肚魚，因為食落去啖啖肉。記住要趁熱啊！炸粉唔算好厚，裏面超級軟滑。如果點埋喼汁，就會推咗一個更高嘅層次。呢個蜜豆炒鮮魷，我老婆比較中意食。本身碟嘢比較清淡，所以最好點返少少蝦醬嚟調味。整體嚟講，我認為呢碟嘢非常之一般普通。呢度埋單最後係455，4樣嘢其實唔算貴，但如果對比隔離嘅金妹記呢，我就覺得金妹記好食好多。好啦，今集就嚟到呢度，未訂閱嘅朋友記得幫我訂閱，或者俾個 like 支持下我。記住千祈唔好飛廣告，非常之感謝大家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